哦，现在无甲遮紧了。好好好，谢谢啊，感恩啊。哦，这就是迄发电机啊，发电机那个支架这边的，它锁螺丝用的。哦，那个铁定会断掉，来这边也可以焊接。哦，林勤汽车修护保养厂，新营生港科技，新营生港科技公司大门，大门的右边对面右前方斜对面。明天啊，勤劳的勤，民勤汽车修护保养厂，民勤汽车修护厂。哦，刚好可以帮忙焊接，家乐福都没有帮忙焊接，这边可以帮忙焊接。焊接人的费用最好能够找到原厂的材料比较安全，但是可能买不到啊。据说日本出的车都5、6年，它这个是中古车20年以上，这个零件不容易买到。这固定螺丝用的。